春天嘅故事又喺中山翻開新嘅篇章。2024年1月28日，一座沉睡咗好多年嘅庭院喺市中心蘇醒，佢有咗一個新嘅名——中山市華僑公園。但係喺人們嘅記憶深處，藏住一個佢曾經嘅名——中山市頤老院。時光摺疊，舊日嘅康樂大樓已經改名為僑心樓。40幾年嚟，佢靜靜守望，見證住呢一座城市嘅變遷。當年咧，頤老院係1984年嘅時候咧，由海外鄉親同埋港澳同胞咧，佢哋捐資建設嘅，咁1986年就建成啦，成為中山第一個園林式嘅社會事業服務單位。當時嘅泰國王儲，而家嘅泰王都過嚟頤老院呢邊參觀嘅，咁可想佢係應該係海外聞名嘅。建築亦有遲暮之時。2011年，因為設施老化，頤老院遷出舊址，空餘一地寂寥。直到2023年4月，備受矚目嘅活化改造工程喺呢度拉開序幕。過程中，僑務部門同僑捐者同佢嘅後代密切溝通，將佢哋嘅心聲融入方案，最終呈現咗一個集生態性、時代性、地域性同埋融合性於一體嘅城市公園。點將呢個記憶傳續落去啊？呢個係我哋一個重點嘅設計思路。我哋就保留咗個結構同埋中軸線。鷹石山就有啲破敗啦，一位項目顧問嘅堅持啦，出錢出力，首先喺個石山底下就加咗個錘形嘅鋁魚池啊，咁然後再喺上邊又種咗9棵羅漢松啦，咁就跟住就成個石山個景觀咧就活化咗啦。咁你而家感覺嚟呢度都係涼風旁邊噶嘛？呢個廊道設計咧都係我哋嶺南建築嘅風格嘅一種。咁佢源自於南洋啦，就啱好可以提供一個即係遮風擋雨嘅作用。呢啲樹咧都係我哋即係保留落嚟，我哋建築就去庇養佢。你包括春華園嘅四水歸塘啊，咁好多嗰啲滲透式嘅庭院啦，佢個本質就係咁。我哋以前嶺南建築嘅精髓，只不過我用咗另外一種面貌去表達。當代城市公園乃係一個複合體，正如中山市華僑公園所示，佢唔單止係市民鍛煉休閒嘅綠意空間，亦都係邂逅書香同美食嘅生活港灣，更加係海內外中山人嘅鄉情坐標。呢度係好多海外鄉親同埋港澳鄉親翻嚟必到之地。咁通過華僑公園呢個活化項目嘅成功實踐啦，增加咗我哋同佢之間嘅感情連結嘅。中山呢，佢作為廣東省嘅知名僑鄉呢，其實我哋有大量嘅僑房、僑捐，我哋可以稱為華僑歷史文化遺產嘅一啲建築。市委市政府特別重視僑房保護化利用。咁2024年9月嘅時候咧，成立咗僑房保護化利用工作專班嘅。咁接落嚟咧，我哋去將佢一個做法咧，就引入去我哋對接落嚟嘅僑房保護化利用嘅一個工作當中。依託僑房新穩改革，我哋期望更多嘅僑鄉貴寶將被一一喚醒。